跟植物 Plant 有关的影片15万部4.9万个频道那个影片资料库，你看影片资料库啊 ，YouTube 帮助产生的。怎么进入这个影片资料库呢？跟这个植物有关的影片标题啊，有用到这个 Plant， 国语就是植物了。你看那累积了这么多的影片呢，频道也有那么多，花布的频道，怎么做出来的？在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在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然后关键字词前面有加井字号，发布以后点按超链接，你看就马上就显示这么多影片资料库的目录了，图示就好像在欣赏那个邮票一样，很漂亮耶。这样就跑不退不到原来的